他们要告政府的这个官司，我可以明白的。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赢。武汉包机的武汉台商啊，有部分第二批包没办法回来的，他们说想要提告蔡政府违宪。我想有关武汉的台商说要提告政府这件事情我想有2点我简单的说明当然，我想疫情指挥中心也会做相关说明那第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如果用横滨模式没有问题我们都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卡关是卡在中国那边嘛，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的台商，我们自己的同胞应该要了解，政府爱护他们的立场跟希望把他们接回来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我们都准备好了。事实上就是中国那边在卡关所以这个因果必须要搞清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如果大家看一下宪法的规定我昨天有听到说他们讲说他们宪法规定有迁徙的自由。不过，我想他们忽略了宪法第23条。我们宪法23条规定说，为了避免妨碍他人自由，要避免紧急危难，然后呢，要增进公共利益，然后维护社会秩序所必要者，仍然是可以限制。那宪法23条规定的更加的清楚，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有避免紧急危难，也有避免妨碍到他人自由。然后，事实上，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个疫情里面也是必要的。那最重要还要增进公共利益。可以说，宪法23条4个要件，如果我们详细的去分析的话，也通通合乎，当然是可以限制。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跟我们的我们防疫纾困振兴条例所规定的，也都合乎宪法的规定。那我们再可以从比较宪法的观察来看，我们从美国、日本很多国家对于他们撤侨，把他们侨胞送回去，包括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大家可以看到每个国家都是相同的做法，所以从这个比较宪法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依据宪法23条跟我们相关的传染病防治法我们的最近通过的防疫纾困振兴条例来讲的话，那事实上他们要告政府的这个官司，我可以明白的站在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来讲的话，我认为他们不会赢。所以他们应该更好的做法是，应该大家集体起来，配合政府，支持政府，请中国政府要配合横滨模式，这才是彼此在国际上来消弭这个武汉肺炎最重要的做法。